阿团，阿团，阿团，你要去哪里？阿团，阿团，阿团，你要去哪里？这不是阿团的鞋子吗？板凳，你去哪里？妈妈不是叫你顾弟弟吗？你怎么可以乱跑呢？妈妈就交代你要顾好弟弟啊，为什么乱跑？没事。哎，你们不觉得我们走错路了吗？这边都没有人呢。不会啊，这里是过去火灾遗留下来的啊，也是提醒我们小心用火。哎，你们看这新闻，他们说有一个阿嬷在这边失踪，而且不知道是被什么拐走的。不要乱说话。你走那么快干嘛？至少跟我讲厕所在哪啊？下雨了，你没有带伞？什么？怎么？你手吗？怪怪的吗？还好吧。不太说话。累了啊，等下就好了啦，想太多。哎，你还好吗？看起来气色很不好哎。确定是往这？哎，你干嘛牵着我？白痴！我诅咒你干嘛牵？诅咒我们出来。那人呢？他刚刚不是跟着吗？走，我们去找。雨欣，你一个人在这里做什么？
么走的？这里离洞穴也太远了吧？我以为有一条路可以不用经过山壁，没想到是一条死路。那你也太快了吧？要慢慢走。对了，刚刚他们两个没事。今天玩够了，还记得我们这次来的目的吗？还有资料搜集。哦，对哦，还想继续玩的说。猫公布啊，你可以很清楚看到阿美身上你要超美的改变。到部落之前，我们在这里先收集点资料。有一座桥叫天空之桥。管它什么桥，现在肚子好饿，好想吃东西哦。可以。那里吧。走啊走。你要吃吗？风雨记的由来，有个故事，据说以前有个异族巨人嘛阿里嘎盖，来骚扰妇女，吃孩童的内脏，后来部落人受不了，就联合起来对抗他们。这种骗小孩的故事你没相信哦？我怎么没听过呢？如果真的存在的话，他们会不会躲在你们人群里面？我也是看这上面的，要不然当我们回部落，我们问长辈嘛。应该就是阿里嘎盖了吧？怎么可能？长这种东西你没相信？走走走走。不要这样。几人啊？2个。那你还要吗？放心，收集专题资料的事情交给我们就好了啊。再忍耐一下，快到了。到了到了。你去找烤肉夹跟烤肉架。哦，好啊。哎，老板娘，这里是不是比较少年轻人？我爱马阿拉古年今年一定一年了。那老板娘说什么？老板娘说很开心看到我们年轻人。哦，我们还有一个人在车上啊。哦，开心。老板娘，我们刚刚走遍了部落啊，发现了一条小路，好像很少人走哎，那里是会到哪里啊？你忘记说带了，我们过那能你说一点啦。所以刚才老板娘说什么？可是老板娘叫我们不要上去。为什么不要上去？山上的风景也很漂亮啊，想说找个地方露营。就跟你们讲说不要去那里，怎么听都听不懂。出去，去。奇怪。本来如果还在的话，就跟车上那个女孩子差不多一样大。Hai, cakapi nang ako ihoni. Taila ilumanan ni kauro hanako. Man sa kataila isiko li itira ko tanas tesai. 好吧，希望他们注意安全就好了。
那其实妈妈没有要怪你的意思，知道吗？只是说，阿妈呢有跟妈妈说过一个阿里嘎嘎的故事。什么故事啊？就是山上有阿里嘎嘎的故事啊，他专抓一些不听话而且是很晚回家的小朋友。什么是阿里嘎嘎？那妈妈慢慢的跟你说，不要让阿妈担心，知道吗？对不起妈妈，我以后不会再这样子了。没关系，下次不要再犯了。知道了。那阿奶明天陪妈妈下田好吗？顺便帮我照顾弟弟，不需要人家照顾。那我就帮你照顾弟弟，妈妈晚安。妈妈相信你会把弟弟顾得很好的。晚安哦。你觉得今天怎么样？哦，我的麻糬忘了拿。什么麻糬？我不是买那个阿美麻糬，你放在哪？我忘记了。可是你们不觉得很奇怪吗？刚刚那个人到底在凶什么？而且我们在收集资料的时候，又一直在看着我们，一直盯着我们看。哎呦，不要想那么多了啊，开心一点啊！而且今天老板娘介绍的地方还不错哎。这里风景很漂亮哎，我想先去走走。我跟你去。可是我也不差嘛，对不对？五肉，其实我想跟你讲一件事情。什么事？就是，其实我喜欢你，你可以当我女朋友吗？Uwidang iso. Wawa ako, awa ito maaraw ako, Chipanay. 哎，马耀在哪里？我在这里。马耀，来了来了。哇，你去哪里？哦，我刚刚碰到一个老板娘，对我讲了一些奇怪的话。讲什么啊？啊，你们都不会好奇山上有什么吗？这么宁静的部落，山上夜景应该很不错吧？如果是风景的话，我想上去看。可是部落的人说不能上去哎。怎样？害怕哦？不然你雇帐篷啊？好吧，那我们大家就把车子停在部落外面，我们用走了上去，这样子才不会被发现。哎，五老，你走那么快干嘛？对啊，等我们一下嘛。怎么都没人？还要上去吗？走啊，这时候要探险，快点！你在做什么？没有啊。好像真的蛮暗的，还要上去吗？哇，你们在担心什么阿里嘎盖哦？到底哪里好？好像哪里比不上他。哎，我在跟你讲话，你们在听啊？这里开始都没有路灯嘞。哎，人呢？肉，肉。肉，妈呀，我在这。你快离开这里！